五福家常素小炒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日又同大家帶嚟一道超貼地、超實用、超好送飯嘅家常養生小炒——五福家常素小炒。今日呢一道完全照顧晒大家所有要求，純炒餸，鮮味飄香，材料少唔浪費，做法超簡單，男女老少、長者細路、熬夜返工、腸胃唔多舒服嘅朋友，全部都啱食。首先同大家講清楚，呢道五福小炒得5樣核心材料，每一樣都係街市、超市隨手買到，平價又新鮮，絕對唔會買多浪費，每一啖都食得安心，食得健康。我哋先睇材料：鮮冬菇6至8朵，淮山半條，紅蘿蔔半條，芡或者鮮木耳1小把，菜心1小把，再加少少生薑同蒜頭，就已經足夠3到4人食，簡簡單單，五福臨門。我逐樣同大家講，點樣揀先至最新鮮、最靚、最有營養，大家以後去街市就唔會揀錯啦。第一樣，鮮冬菇，揀冬菇，大家記住3個要點：菌蓋圓潤飽滿，邊緣向內捲，摸上去實淨唔鬆散，顏色淺啡均勻，就係最靚嘅鮮冬菇。最好就揀本地新鮮種植嘅，肉厚，香味濃，口感滑嫩，一炒就滲出獨特嘅菇香，真係聞到都流口水。至於功效，冬菇係素菜裏面嘅增強免疫力之王，護肝、強抵抗力、補氣力。平時易攰、易感冒嘅朋友，多啲食冬菇，身體自然越來越壯。第二樣，淮山，揀淮山一定要揀表皮光滑、須根少、顏色淺黃，掂落去結實唔鬆軟，呢種就係新鮮靚淮山。最好就揀河南或者本地新鮮淮山，粉糯香甜，炒起上來唔會爛，口感綿滑又入味。淮山嘅功效大家一定聽過，最強就係健脾養胃、補肺固腎。好多人腸胃弱，食少少就滯，容易肚屙或者便秘。淮山就係最溫和嘅調理食材，唔寒唔燥，日日食都得。第三樣，紅蘿蔔，揀紅蘿蔔要揀形狀勻稱、表皮光滑、顏色鮮紅橙亮，掂落去硬淨重身。呢種紅蘿蔔最新鮮多汁，營養最豐富。新鮮本地紅蘿蔔最甜最脆，炒起上來清甜爽口，成碟餸嘅口感即刻豐富晒。紅蘿蔔裏面有豐富胡蘿蔔素，護眼明目、潤肺生津。長期對手機、對電腦、眼乾眼澀、視力模糊嘅朋友，真係要多啲食。第四樣，木耳，如果係乾木耳，要揀顏色烏黑光亮、分量輕、無沙無雜質、浸起上來肥大肉厚嘅。如果係鮮木耳，就揀顏色灰白、爽脆無異味嘅。木耳口感爽脆彈牙，一咬落去嗦嗦聲，超級過癮。木耳被稱為血管清道夫，補血潤腸，清理血管垃圾，幫助排便。皮膚差、容易陰啊、腸唔通嘅朋友，木耳絕對係恩物。第五樣，菜心，揀菜心，揀嫩葉翠綠，莖部幼嫩，唔會太粗太硬。新鮮本地菜心最清甜，炒起上來綠油油，顏色靚又好食。菜心補充維他命，清熱去滯，令成碟小炒唔會油膩，食落口清爽舒服，一家大細都中意。最後就係生薑同蒜頭，爆香之後成碟餸香味提升幾倍，驅寒去腥，開胃健脾，簡直係畫龍點睛。講完材料同揀貼士，我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又暖心嘅小故事。之前有一位長者觀眾同我講，佢年紀大，腸胃好差，又有三高，仔女成日擔心佢食得唔健康，出去買餸又驚買多浪費，煮複雜又唔識整。後來佢試咗我介紹嘅簡單素菜，就係呢類小材料易煮嘅小炒，每日換住煮，食咗3個月之後，腸胃順咗，精神好咗，血壓都穩定咗。佢同我講，原來養生唔係要花好多錢，唔係要煮好複雜，最珍貴嘅味道就係簡簡單單、健康平安。
一家人坐埋一齊食飯，開開心心，就係最大嘅福氣。其實我一直都覺得最好嘅養生，唔係山珍海味，唔係貴價補品，而係每日餐桌上一碟簡單、新鮮、適合自己身體嘅家常菜，唔浪費食物，唔傷害身體，照顧到屋企人嘅健康，呢份心意遠遠勝過一切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一定心喐喐，想知點煮啦。做法超級簡單，廚房小白都一致成功。首先，將所有材料洗乾淨，鮮冬菇去蒂切片，淮山去皮切條或者切片。呢度提醒大家，淮山去皮之後，如果唔即刻煮，可以浸住少少清水，防止變黑。紅蘿蔔切薄片，木耳浸軟之後絲細塊，菜心切段，生薑切絲，蒜頭拍扁。跟住燒熱個鑊，落少少生油，先將薑絲同蒜頭落去爆香，香味一出，成個廚房都香晒。跟住先落紅蘿蔔、淮山、鮮冬菇，呢三樣材料需要炒耐少少，炒大約1分鐘，炒到半熟，香味慢慢出晒來。之後就落木耳，繼續炒大約1分鐘，木耳爽脆，淮山粉糯，冬菇香濃。呢個時候味道已經超級吸引。最後落菜心，大火快炒大約2-3分鐘，菜心剛剛熟，綠油油靚到極，保持脆嫩口感，唔會炒老。最後加少少鹽、少少胡椒粉調味，兜勻就可以上碟。成個過程唔使10分鐘，快過你叫外賣，健康過外賣100倍。我同大家形容下呢個味道：一啖落口，冬菇香濃滑嫩，淮山粉糯綿甜，紅蘿蔔清甜爽口，木耳爽脆彈牙，菜心鮮嫩多汁，鹹香鮮美，完全唔甜，一啲都唔油膩。餸白飯真係一流，一碗飯即刻清晒，連長者同細路都搶住食。呢度5福小炒，集齊健脾養胃、護眼明目、隱腸清血管、增強免疫力、補氣提神5種功效，由頭到腳照顧到你嘅身體。材料少，唔浪費，亦買易煮，平價又好味，真係日常必備家常小炒。無論你係返工一族、家庭主婦、照顧長者，定係想簡簡單單食得健康，呢道餸都絕對適合你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學識呢道簡單又暖心嘅小炒，每日為自己、為屋企人煮一碟健康美味，食得開心，養得安心，身體強壯，5福臨門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聽。鍾意我嘅影片，記得俾個心心，訂閱我嘅頻道，有新片會即刻通知大家。我哋下次再分享更多簡單、好味、實用嘅養生菜式。拜拜。